今次為大家介紹我哋九州好美食6天團，特點係膳食全包，全程17餐，無需自理，輕鬆品嚐地道美味。匠心傳承，包括蟹本家受落會席9品料理，嚴選肉質飽滿嘅活蟹，由主廚現場即叫即湯，完美鎖住刺身級嘅甘甜鮮味。高級料亭自家榮海鮮會席料理，專業主廚憑借精湛刀工，為你奉上歷久彌新嘅極致大和職人料理。日本第一號店河豚會席料理春帆樓，傳承130多年頂尖技術，嚴選河豚之王虎河豚。接着介紹元祖本吉屋百名店蒸籠鰻魚飯，嚴選肥美鰻魚已被長炭烤出焦香。300年老鋪若榮屋鯛魚料理，嚴選乃戶內海肉質緊實嘅鮮甜鯛魚，鋪喺白飯上並裹滿秘製芝麻醬及淋上草竹茶。跟住有紅本 Prince Garden 高級黑毛和牛和黃燒肉放題，嚴選紅本和牛之王和黃頂級肉質，擁有細密大理石紋油花。高深田樂之里，體驗江戶時代傳統嘅圍爐里炭火慢烤。別府灣和狀豐富自助餐加酒水任飲，中意任飲任食嘅你一定樂在其中。最後介紹係四季彩銀之塔懷石會席料理，主廚準備嘅會席菜單都係頂級美味。中意品嚐美食嘅你，立即約埋好友報名，我哋九州好美食6天 JYB 6YM 啦，4人同行仲額外減1000蚊添。